乡亲啊，看起来哦，即摆政府是认真要来处理掉议长这个部分。先是台南市的议长，过来是平湖县的议长，即摆是云林县的议长。来看云林县的议长沈宗良涉嫌甲能源公司来收钱，反映本地伫个初十迄天来裁定交保，但是检方不服提出着控告，昨暝召开收押庭。经过8点钟各电类审理，法官认为。检方提出的申诉证，会当来证明沈宗良恐惊的消灭证据串交警，所以裁定甲沈宗良甲白手套姓张的包厢收押禁见。云林县的议长沈宗良伫昨暝甲因太太伫法院羁押庭外口伫等开庭，表情真轻松，是讲前后8点钟羁押庭考验到伊的体力休困的时，伊不时出来伫活动，佮甲亲友握2摆手。因过透早5点半左右，法院中心裁定沈宗良羁押禁见伫法院外口等规暝无囝，知这个结果真失望，无想要加讲。我来检查一下。对这种裁定，你有啥物看法无？沈宗良随后伫法庭介护下行上介护车，伊看起来正平静，因为伊涉嫌甲能源业者收2600万。本来法院伫7日裁定沈宗良以300万块交保，要检察官提出控告，并且提出申诉证。法院透暝审理了后，重新裁定沈宗良受案。检方在这段时间有做新的调查，然后也补出新的事证，那也是因为基于侦查不公开，可能对于至于是怎样的事证内容，可能也不方便就在这边对外说明。伫控告中有讲到沈宗良等人涉案的情节重大，而且案发前有3度手机对话等重大串口径行为，法院裁定收押。这嘛是9合1的大选了后，拿赢第2位被收押的议长。共同这个云林县县长张丽仙真重视，尊重司法，也希望司法勿忘勿重也不要冤枉好人。这摆甲沈宗良做伙受押的，还有白手套姓张的包厢，因为有真侪共犯甲证人讲法拢无共款，检方将会继续对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